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了我们运动的时间哦。我是立新医院运动医学中心物理治疗师李淑芳。今日动放起，我来绕大家介绍运动。今日绕大家强下做运动，还有我们的运动医学中心物理治疗师林正刚，以及我们的运动管理师高景荣。好，准备好吗？在运动之前，我们先来做一下暖身运动哦。好，开始呢，2只手叉腰，好，然后吸气，肚子出力咯。好，来我们做脚往右边点，左边点。嘿，我们先来做侧点的运动。好，慢慢的，脚对，脚伸出去，往侧边点出去。好。好，我们这个暖身运动慢慢的让我们的身体慢慢的热起来，血液循环慢慢的让它循环的更好。等一下走运动的时候呢，我们的柔软度会更好哦。好，再往右边点，整片，对，很好，够了，走100哦。好，来放轻松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加上我们鼠尾动作哈，然后吸气吐气的时候，整脚伸出来，嘿，走鼠伸出来，个平下来，好，过来走脚整鼠平下来，嘿，那我们连续动作哦，开始哦，对，走脚，嘿，整脚。记得哦，你走哑run痛的时候呢，都是它那个脚力哦，嘿，让我们的身体气颠颠，然后2只脚和鼠做前后的摆动。好，各走100哦，整脚，走脚，好，放轻松。那接下来我们拉抬脚臂的肌肉哈，然后整脚扛出去。好，来2只手扛面安尼脚臂，然后拉我们大腿内侧的肌肉，然后安尼脚攀啊，脚趾哦向正前方，好，然后慢慢的屈下去，然后在这个地方停留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往左边来，好，一样吼。你的膝头没翘过你的脚趾哦，哈，好，拉我们大腿内侧的肌肉，来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往整脚，我们再来拉一次哦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往左脚，好，给我拉一遍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脚收回来。那接下来你的走也是把我们前侧的肌肉和大腿后侧的肌肉做伸展，哈，整个扛出去，2只手往上，对，然后左脚的脚掌踏把体内，好，在这边停留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慢慢的变下来。过了一遍了哈，好，来整脚，好，在这边做伸展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个变下来。你也稳左脚哈，左脚扛出去来出力，好，在这边停留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回来。你压完整脚哈，来吸气，吐气，整脚吹气。好，然后把整个我们前侧的肌肉赖到很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肚时出力，在这边停留5秒。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，变下来。好，那走run筒啊，脚攀还有手掌都要run筒的，所以呢，我们接下来呢，就让手掌，转圈圈，然后脚攀牙也自然的做一个转圈的运动。好，整脚先开始，对，我们就是很自然的做一个转圈。
好，吸口气，往左脚转圈圈。对，很好，过来慢慢的转。好，放轻松。那以上的暖身运动做好，你手来接着做运动咯。今天我介绍的运动，对家里有长辈的朋友来讲吼，这是很重要的。一般有的我看有老人家来讲吼，动降机嘛噶，动降机会对倒哈。那对倒来讲吼，有很多除了肌力的问题，还有就是平衡感不好。所以今天我介绍的运动呢，就是怎么样增加我们的平衡感。用因老人家时候唔会对倒，吼，大家准备来天顶啊里头强下来做运动吼。那你这副卡啊，如果说有 Q 啊，你就可以签一张写 Q 啊来做哈。假使副卡冇 Q 啊也没有关系。大家昨天看到哈，我们正刚老师，好，我们用棉帕，然后去建到一 Q， 用咪做得来做运动哈。所以签签看副卡有 Q 啊，喊的棉帕，大家强下来做运动哦。好，首先呢，你整脚砍出一步，好，然后重心放在我们的右脚。要 Q 二慢慢呢松啊整片，好，在这边停留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回来。我们左脚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左脚砍出去，Q 二松啊走偏，好，这时候你身体的重心是放在左脚。甚至你也整脚都在拧起来没有关系，让左脚还拿出力。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给我转来。好，记得咯，挑战做运动来讲，背脑会打拳。你过来做一遍哈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整脚吹气 ，Q 二寸吹气，很好。来吸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脚寸转来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哦，吸。吐气，好 ，Q 二松出去，对，很好哦。好，你脚都在拧起来，让左脚出力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go回来，过了一遍哈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 ，Q 二松出去，整脚出力。我们在这边停留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一口气。吐气，给转来，好，往左偏哦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 ，Q 二松啊，左偏，对，好，在这边哦，停留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再回来。好，这个运动呢，对我们的下肢是很有帮助的哈。那接下来走的运动就像滑冰一样哈，你用到数 Q 二寸吹气哈，然后吸口气，吐气的时候整脚砍后背，然后 Q 二表你也整片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回来。然后往左脚哈，来吸气。吐气的时候，左脚砍嘛右边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再回来。注意哈，挑战的运动来讲，第一，肚子要出力，好，再来是我们的骨盆要长，好，不要做旋转哈。你过来走一遍哦，来吸气，吐气整脚，然后 Q 我表啊，你的整片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转来。好，要往左脚哦，吸气，吐气，很好。来吸一口气，吐气再回来。你要往整片哈，来吸，吐气，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回来。好，往左脚吸，吐气。身体有可以颠哦，可以张，不要晃来晃去哈，可以张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再回来。你勾了一遍哦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往右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转来，我变左脚咯，吸，吐气。好，来吸气，
吐气回来哈，压扁整片，来吸气，吐气完整片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回来，压扁走偏哈，吸气，吐气，很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回来。好，接下来你的走人头还是要用到 Q 温哈，把2只手往前伸，好，寸吹起。走马人头嘞，就是脚跟跟脚尖仰等往前走3步哈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嘿，脚掌绕脚尖仰等走3步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个向转来。好，这个动作来讲，可以增加我们身体的平衡能力。走的时间哈，身体有起点点，肚时有脚力，然后不要弯腰驼背哈。过来走一遍哦。好，吸气，吐气，上头肩向3步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go转来。好，假使说你跳上航路倒来倒去的话哈，你是老 Q 靠近自己的身体。还有你夯起来哈，就比较不会平衡，就会比较好。你要走一遍哈，来吸气，吐气往前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往后走3步。嘿，因为刚刚好简单，好，那这个如果平衡好不好的朋友来讲，你就可以这样子做。你过来走一遍了哈，来吸气，吐气往前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再回来，很好。好，那接下来你也走人头来讲哈，我们先脚绕肩头偏翻哈，然后数那点 Q 的，然后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整脚向后背扛一步。好，来吸气，肚时出力，大腿前侧出力，然后起跳了本叶 Q 的，再回来。好，过来走一遍哈，连续动作哦。我们先回来原来的位置哈，来吸气，吐气，来收脚，勾寸转来，过来一遍哦，来吸气，吐气，切跳碰到 Q， 哎，再回来。哎，你要稳走脚哈，来，数寸出来，好，左脚往后1步，右脚弓箭步，好，来碰。过来一遍哈，起跳，碰叶 Q 再回来，过来一遍，好，肚时会出力咯，好，再来，个变下来，好，我们再来一次完整脚，好，吸气，吐气向后，哎，起跳变 Q 来第3摆，好，再加油提4，过来停5。好，放轻松，走偏没了，走5摆哈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走脚。好，来吸，碰，2、3、4、5，好，放轻松。好，那再来一个运动哈，那点 Q 2只脚稍微好减掉了哈。然后脚尖垫起来 ，Q 从我们的左边，慢慢的，嘿，移到我们的右边。好，这时候身体有起蹬。好，再从右边，慢慢的移到我们的左边。好，这是练习平衡，脚木要捻起来。好，再来一次左边，哎，慢慢的移到我们的右边，身体不会痛哦。好，再来。再移到我们的左边，好，够不用下来。好，我们过来走一遍哈。那这个运动来讲，也是练习我们的平衡。好，脚妹拧起来，走偏，哎，慢慢移到我们的整片，然后整片再慢慢移到我们的走偏。好，再回来。好，以上的运动。当一直不卡走，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健康哦。心梦抬杠，长得了哦。